对不起，我又来了。刚刚有人留言说雅文整形整到不像自己，有为父母给我的是个身体哦。我不晓得你讲的是谁，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呢，我从出道到现在，很多人都说我全身都整了，很多人都说我，什么潜规则啦，很多人都说我怎么样了，太多这种问题了。连生病了，大家都说那个是假装的，要做新闻的。连任何开心的事情我都不能跟大家分享，他们都说又来在那边，笑也不讨喜，然后在那边装什么呢？我要跟大家讲，你讲什么话拢无法度影响我的心，是安怎呢？因为你讲的拢不是真的。如果一个人破病需要开刀，你若要甲讲做迄是整形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这样伤害很多人。但是呢，我不会觉得你讲的话对我是不对的，我不会这么觉得，因为在这个演艺圈有太多人整形了，所以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也不觉得奇怪。那我的鼻子呢？整形是为什么？我不叫整形，我还领了保险金。如果是整形，怎么可以领保险金呢？请问一下，我为了你这句话，我又上来，我是要好好跟你谈一谈，就是说，你不要一面倒的认为是这样。我今天只是弄个假发，是因为我头发因为吃药的关系，头发一直掉，大把的掉。我要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最有精神的样子，你觉得这样子错了吗？这样子就叫整形吗？然后说鼻子好了，为什么鼻子呢？记者问我说：“哎呀，你去整形哦？”我说：“不是我是鼻骨断裂，鼻骨断裂。然后呢，它插出来了以后呢，在里面已经生出，人讲怕等手骨等到用，它会长出一个像不是瘤，就是一个骨的骨头，一个生出来，个接过来，那个痕迹会更大的一个骨头。所以我鼻子呢，长年累月只有一边可以呼吸，常常感冒。然后以前唱歌的鼻音更重，然后后来呢，就医生我开了3次刀，然后都有领保险哦，而且呢，医生帮我开刀的时候，一般的病人，那个叫什么？就是鼻子开刀只要3天，住院3天就好。可是呢，我是在台北荣总一位许医师，是姓许吧？他是非常棒的医师。然后他帮我开的时候呢，我住了1个礼拜。